有摔过。兄弟平安。哦，咱今仔运气足好诶吼，嘛足感谢主。昨个寒搁落雨，今仔早起来吼，日头都出来啊吼，大家有足感动诶，足感谢诶无？有无？有吼，足感谢吼。咱今仔敬拜之前，咱先做伙来吟诗。第一首吼，咱先来吟550首吼，咱大家较熟的，我是基督兵丁。来，做伙来吟哦。我做基督兵丁，了大真正。气海的上修正，困境无爱人，是客甲歹相钱，唔通是惊险。但我有命，好我为着神，救主是大权力。看我无是天，求督促我向前，高扬我天顶。来，做伙来吟好无？我今仔小可烧声，毋过烧声嘛无要紧，咱来吟诗拢是为着要吟互谁听？吟诗要互谁听啦？上帝听哦，毋是互你隔壁的听，嘛毋是互咱家己听，要互上帝来听。咱吟较大声，咱吟第2节。我做基督好心，就有和平行，是上困他心境。第2节，550第2节。情愫鼓动断尽，拿手叫钢鞭，救主赞我一生，尊坛主命令，救主是大权力，看我无是天，救主出我向前。高扬我天顶。好，咱来吟347首。这时阵吼，咱会使看圣诗，真正足看一本，足久无看到，咱摕出来看一下哦。347，吼，因为伊的拍子吼会跳，所以你若会使看一本愈较好。大家足久无看吼，347首。咱会使先听老师弹一个。有现着吼，347首，来做伙来吟。我可你，只有他可你，困救你，是我救赎我高，只是第2节。我
被我可里下边，我规定你可见，困求你是我的名，我高一声。第三节，我被我可你来生，我生的你不会有你后，我为的家心就温回。我，我被我可，我们直接，我被我可你来赞我，因错个记心，困求你心胸看心我经不离，主耶稣，我被我可你，我那顺真，我被我可你记心人高영원。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欧罗你。主啊，阮搁一摆来到圣殿，做伙来敬拜你。主，求你的宝座降临伫阮的中间，互阮对着你来大声来用阮的心来阿罗赞美你。求主啊，我嘛求你会使求开阮的耳孔，清净阮的，互阮的心会使拨空来听你透过牧师要带互阮的信息，互阮搁一摆会使清起阮的心，互阮的重担会使全然交托伫你的手头。主啊，阮接着搁一摆的敬拜，阮要来感谢你，阮嘛要来搁一摆带着满满的恩典离开圣殿，会使搁一摆来充满勇气，搁载着你的信息。伫即个礼拜，阮要把你的福音搁传出去，求你保守阮每一个人，求你嘛保守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我减无命令你嘛，你就勇敢壮大，无得惊，也无得论，因为你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信诗347首，主耶稣，我要倚靠你，会唱请起啉三角内音第1节到第4节。请大家敲定，因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三角祈祷。阮伫天日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临到，你的天意一正，伫天的日，亲像伫天日。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我入去，就救我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天的主。伊对信心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咧全能的爸的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马用启应文来教读。启应文第15篇，伫个信息1025页，就是诗篇第51篇。上帝啊，你的听未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在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舞台受罪。你以爱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
求你毋免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定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你无爱心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这是痛快的心灵。请大家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对今年年初开始爆发的武汉肺炎疫情，到现在全世界拢还未平静，感染的超过5000万人。死亡的人数嘛已经超过125万人，但是因为有你的保守，台湾到现在保持平安，也有气力颁赞全世界，做世界公民的模范。阮也有法度伫个南门教会甲爱你的人，以及阮所爱的人，组织来敬拜你。只是需要担心的代志真多。这段时间，阮真痛心。马来西亚愈发生的不幸，台湾也面对中国的威胁，不时有军机逼近台湾，恐吓对台湾发动战争，嘛不只是台湾海峡的紧张，伫个国际上也有真多的动乱。伫亚洲中部、亚美尼亚甲亚塞拜然的战争，美国选举的纷争，各地天灾一个接一个出来。人类的未来充满不安。你的话讲，阮伫逐样的患难中，你要安慰阮。当人类的前途会遭有什么困难，无人会知影。总是阮就要有极大的信心甲勇气，继续向前行。因为阮相深信天父有备办，伫你全人立你下面。虽望有侪艰难甲脱界，天父大能的手一定带领咱进入平安家境。阮要为这感谢主、阿罗主。最近天气渐渐变冷，求主保守阮的身体，保护阮莫受到流行感冒的攻击。阮为着教会肢体能力的兄弟姊妹祈祷。求主医治，恳求你继续带领台湾向前发展，成做上帝国的见证。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俄罗，这是邀请圣歌队献诗，今仔要献的诗是《信望爱》。踮咧周报顶悬的有小可毋对吼，咱的歌词是踮咧头前的 PowerPoint 哦顶悬。
感谢信歌队的学老，将读圣经、上帝的话记载伫个但以理书第2章46到48节，就是咧汉语本圣经976页。当时，尼布甲尼撒王拍伫第2拜但以理，命令用拿米香料献予伊。王应但以理对伊讲：“你已经为显明即个秘密的事，恁的上帝真正是遮的上帝，遮的王的主，阁是显明遐的秘密的。”第48节，对迄碟王高兴但以理，赏赐伊侪侪上品的拿米，派伊管理巴比伦全省，阁做总理。来掌管巴比伦一切智慧的人。讲道，请将牧师讲道，题目是这场得胜的人。咱搁再一摆三角来祈祷。全能的天父，阮感谢你，赏赐今仔早起遐尼好的天气，互你所听的囝儿用伫你的圣殿来自集，来领受你的话语。主，阮恳求你，你的神甲阮三角伫地，照着但以理书这段的经文，互阮看到阮伫世界上你所交托的任务。主，恳求你，搁再一摆用你的话语来坚定阮的心，互阮每一脚步拢伫你的真理的内底来得到造就。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今日要分享的是咱较少咧讲就是关系到即场，就是咱的工作的问题。咱若看到但以理即个人，咱会感觉讲，即个人敢是人？伊的一世人充满着足奇妙的代志。伊用来看异象，嘛用来替人来解梦。伫伊的生活中，那是不时都有迄个天使飞去伊的身躯边，甲伊来讲话。然后伊去用迄伫即个西亚坑内底，规身躯全部拢无受伤，所以伊的一生充满着即个信仰。他拄师会所读的经文内底，一开始46节，伊安怎讲？帮我切那个讲道的 PPT 好吗？好，不要紧，咱等下吼。46节，伊讲当时尼布甲尼撒王拍伫地里拜但以理，命令用拿米香料来献予伊。一开始46节，我讲但以理这个人真无简单，无简单到什么程度？连一个堂堂伟大的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国王尼布甲尼撒王，竟然伫这个但以理的头前拍拜来伫遐拜伊，这个代志要哪有可能发生呢？咱来看到这，咱是足欣赏呢？咱是毋是足期待讲这代志毋知是伫我生活中来会出现咯？我明仔载去上班的时阵，我的头家就拍伫涂骹来拜我，以我的骹拜托我。讲感谢你哦，因为这几年有你伫阮的公司，互公司的业绩哪来哪好，钱哪赚哪济。因为你伫甲上帝来祈祷，所以你的上帝祝福咱的公司，互咱得到真大的福气。所以头家都惊你来离开啦。所以这敢毋是迄个什么人雅各吗？雅各去甲因阿舅拉班服侍，伊要走的时阵，拉班有足紧张的无？有啊，所以咱看到但以理真做这个国家的资产啊，所以相款，咱伫咱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工作的职场，咱是毋是同款真做这个公司的资产，也是咱真做伊的负责？头家拍伫你的头前，拜托你紧的离开。所以咱来想。今仔日，咱要透过这个但以理这几节的经文
来看但以理这个人，伊是怎样啊那对巴比伦这个帝国，以及甲波斯帝国，伊在任经历着7个国王，伊犹原啊那伫迄个真权的位，无法度来摇动。所以伊服侍7个国王，伊真真正正成做一个职场的得胜的人。关于着职场，关于着咱的工作，我有几点要来甲大家提醒，就是咱的工作，咱的职场是上帝呼召咱的所在，也是上帝差派咱去这个职场。但以理的故事是发生伫犹太王约雅敬这个王的时阵，尼布甲尼撒王来攻破这个耶路撒冷，伊来掠走几啊足优秀的这个少年人，所以但以理甲伊3个朋友嘛是伫伫中间，所以因就被这个国王来带到伫这个巴比伦迄个所在。所以咱确信，咱的人生无一项代志是偶然发生的。我感觉咱的一生，这个逐项代志拢有上帝的计划，包括但以理去用掠去这个巴比伦这个所在，我感觉也是出自上帝真好的意思。咱来回想，对咱细汉一直到即阵，咱谁来会来住伫遮？咱谁来会来南门教会？咱谁来会去这个公司上班？咱谁来会读这个学校？有咱才咧想来想去，咱感觉讲，这后壁拢有一支手。咧甲咱咧甲咱引带，这都是有上帝计划伫咱的内底啊！所以我相信上帝早已经来计划咱人生每一个阶段，伊为着咱来备办伫将来某一个时间点，伊要爱咱来完成伊的使命，来做成上帝的大工程。所以我发现圣经内底常常会特别。来使用一寡看起来是真平常平凡的人，耶稣嘛是用这个掠鱼的来做伊的门徒，所以圣经内底特别来拣选一寡伫职场内底咧工作的人来去服侍上帝，所以因的服侍往往来带出非常深、非常关键性的这个影响，比如。尼希米，咱大家拢知，伊是伊是王的州政，所以影响着亚达瑟西王来应允这个犹太人用转去来起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所以这个尼希米用来影响着亚达瑟西王，毋是因为伊是祭司，也是因为伊是先知，也是因为伊是牧师。都是感觉，因为伊是纠正这个位啊。那么在伊事条，因为伊是王后，所以伊才用来拯救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免得来灭亡啊。约瑟，上帝高举约瑟，该放伫一个关键的所在哦，互伊用发挥迄个关键的功效。所以咱安尼看起来，上帝呼召咱。进入无共款的职场，无共款的职务，互咱无共款的工作，因为上帝要甲咱放伫一个真关键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毋是牧师用来代替，是要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咱的工作上伫上帝甲你放起伫迄个位置内底，互咱用发挥搁较关键、搁较大的影响力甲作用。所以每一个工作拢是上帝呼召，每一个工作拢带着一个上帝的计划，甲上帝的使命。这是咱对工作爱有的认捌。再来，咱毋通看轻咱家己伫即个职场内底我地位足都足普通的哦。伊感觉讲一个关键的迄个位哦，是毋是一定爱是做足大的官，一定爱是总经理，一定爱是董事长。也是啥物博士？毋是，咱来会记你约瑟，上帝来竞选约瑟的时阵，伊伫倒位？伊伫家牢内底来做一个囚犯。雅各一家人用伫饥荒的时阵，来保存伊的性命。
所以因为这个约瑟伫这个家牢内底，伊就开始替人来解梦。所以因为这个机会，互伊用来成做这个埃及的这个宰相。所以互因老爸伊一家人拢用得到性命的保存，并且用住伫埃及上肥的迄个所在高山地啦。伫遐上帝来顾守因，伫遐互因来成长400年的时间。我常常想，这个雅各哦，伊当初时400年前也未来这个埃及大的时阵，因才70个人尔。当初是落埃及才70个人尔。这70个人伫这个沙漠内底啦，伫旷野内底，是毋是400年也搁伫咧？毋过上帝足奇妙，照着这个约瑟足关键的这个位，甲因刷去到埃及。然后呢，400年了后，当因出埃及的时阵，以色列人口已经到200万啦。所以咱常常看到上帝足奇妙，伊常常用一个看起来非常卑微的人，甚至亲像约瑟同款，是伫关伫家牢的人。因为咱也知，咱也看到撒母耳上卷2章的第8节，伊讲啥？咱的上帝对沉爱成全颂扬人，对粪扫堆高升遐欠亏人，互因甲首领3甲济，煞接阳光的座位啊！这是咱的上帝，上帝专门来这个高举这个颂扬人，来高升遮的欠亏的人。这是上帝专门靠的啦，所以咱毋免看轻家己。虽然我伫公司的职务真普通、真平常，但是咱只要存一个，我的工作是上帝差派来，我的工作带着上帝使命，咱就听候上帝要安怎用我。所以上帝来用但以理的时阵，嘛是同款，伊是一个亡国奴呢，无家庭呢。无父母呢，连圣殿拢无。伊足少年呢，就去掠去这个巴比伦这个所在。然后咱拢知，到要升官，上帝甲升官做巴比伦的宰相，统管120省的这个总理。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咱会想讲我甲但以理同款。我无真好的出世的背景，我无好的靠山，嘛无即个边仔无即个足够的人来甲我提拔。放心，咱有上帝。我讲过，看到撒母耳即个经节，咱都爱真放心，因为咱的上帝，咱也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伊要来提拔咱，伊要来高举咱。再来。上帝透过咱的这个工作，要来祝福咱。咱常常讲，服侍上帝，服侍上帝，服侍上帝。那像咱来遮去学博士，那像爱伫圣殿内底、伫教会内底，才是服侍上帝。有当时也毋是安尼。咱的职业、咱的工作、咱的家庭，嘛是咧服侍上帝。这是加里文的神学。这是加里文的这个观念，我搁讲一遍。咱的职业、咱的工作、咱的家庭，同款是一个服侍上帝的所在。所以毋通想讲我拢无来教会内底服侍，真欠缺。毋是安尼，恁好好伫恁的工作上来荣耀上帝，你好好来教养你的囝儿，这嘛是一个服侍啦。所以有一个人讲我伤无用啦，无时间来服侍啦。我有即阵有囡仔啦无方便囡仔较大才来服侍这毋是安尼。那就咱的家庭、咱的工作，甲上帝所冲突的。咱的时间甲上帝咧相争，咱的囡仔甲上帝是安那咧争斗安尼，不是这样。我来讲，咱的工作、咱的囡仔、咱的家庭，嘛是咱服侍的一个部分。我头拄有讲过，咱的工作是上帝差派，是上帝的呼召。伊呼召你迄个所在，要到互你甲上帝的旨意来相冲突的。所以毋是安尼，咱的工作
是安那？是荣耀上帝的所在，是一个服侍上帝的所在。所以咱看到，但以理的工作就是上帝的荣耀，你的工作、你的家庭相款，嘛是上帝的荣耀啊！你若是一个做会计，你的会计工作就是上帝的荣耀；你若是一个教册，你老师的这个积分嘛是上帝的荣耀。甚至你每一天骑奥多摆伫外面咧送货，甚至你伫这个赛车伫这外面咧做业务，这拢是上帝的荣耀啊！咱在但以理的办公室就真做宣扬上帝的所在，都是伊见证甲荣耀上帝的所在。所以伊的头家尼布甲利撒王安那拢承认伊的上帝是安那，是万王的神呐。所以，伫遮咱来对咱的工作有一个认捌，咱伫倒咧工作是出伫上帝计划，咱来带一个好调，咱来带一个使命，咱毋通安那看轻咱的职务，因为咱的上帝是安那高举遮卑微的人的上帝。过来，咱的工作是上帝要祝福咱的所在。过来，咱进入今仔日的主题，咱要做一个。这场的得胜的人，咱爱有一寡生命的特质。但你是一个被上帝高举的人，像那上帝高举伊，袂高举我咧。咱每一个人拢会用，咱足渴望上帝甲咱高举，亲像但以理共款来统管这个120省的这个总理。为什么？甲但以理毋是我。咱来看到第4章的80甲90咱来看这个。末尾有但以理照我的上帝名称做别离撒撒的，到我的面前，伊的心内底有遮个圣的上帝的神呐，华语叫做圣神的灵呐吼。所以我将我的梦甲伊讲，第9节，这个博士长波提沙沙吼，就是但以理吼，伊讲啊啦。你的心内有遮个圣的上帝的神，无一项秘密的事，互你为难。所以第9节，咱嘛看到，伊嘛是有这个圣神的灵伫这个但以理的心上。照着这2节的经文，咱知这个但以理的生命内底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是啥物？有圣神的上帝的灵伫伊内底啦。圣神的灵，就是上帝的神伫伊内底，就是有上帝的同在啊。这是但以理甲人上无共款的所在，嘛是尼布甲尼撒王认出但以理甲别人完全有分别的所在。兄弟姊妹，是啥物甲咱甲咱的同事来分别出来的？是因为咱内底有上帝的神吗？好。就是说，咱内底有上帝的神，互咱看代志的眼光角度，拢完全无共款。有一个上帝的眼光来看，人的眼光决定一切。比如讲，有2个人伊去到伫咧非洲，迄个人讲赶紧走啊！遐个人拢无穿鞋啊，卖鞋啊无啥物希望。另外一个伊安怎讲？用紧来哦，为什么？因为遮每一个人拢是诚做咱的客户，紧来做生意。每一个人拢需要这个鞋啊，所以我讲。这个眼光无同，这个成就都无同。有上帝神伫咱的内底，互咱会用超越别人的眼光，互咱的设计，互咱的迄个企划，互咱的行销，互咱伫工作面顶，都是甲人无共款。照着咱的无共款的遮的上帝的神，互咱来认出上帝伫咱的心中。所以，咱今仔所读的这段经文，伊的背景是安尼：有一天，尼布甲尼撒王安那做一个梦，做梦了后起来，哇，所教的这个面梦我袂记哩。毋过伊足想要知影这个梦的意思，所以伊就甲国内所有遮的圣经拢讲博士术士甲西公拢甲找来，命令因爱甲这个梦安那甲解出来。然后人就问伊讲：这王你爱甲这个你所做的面梦甲我讲啊！阮叫我都来解梦啊！伊讲歹势，袂记哩啊！所以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足无理的一个国王，所以伊下面的人萨迪加勒底人安怎来回答？伫
伫王的面前来应讲，王这号事地上无人会讲出啦，无解啦，无人会讲出你的这个梦到底是啥物，连你家己都袂记哩啊！王听了啊啦，非常的生气，伊讲我要甲全国这个巴比伦帝国遮的这个博士、士啊，甲西讲拢啊啦，总甲杀死，当然包括啥物人？但以理甲伊三个朋友。上帝的神，我讲过，互咱伫咱的工作上用脱颖而出，看到相款的情景，有上帝的神，互咱用甲人无共款。所以但以理的心就有上帝的神，所以加勒底人讲，这号事地上无人会讲出，无人会用解，啥物人解出？但以理。伊我都解决，所以这就是上帝的神啊！啊，你姊妹有上帝的神伫咱的内底无？互咱有无共款有会看见无？互咱所讲出的话、所提的案，拢甲人无共款无？啊，你姊妹，咱的头家、咱的同事，伊来分别咱，是认出咱，是毋是认出讲哇？这都是有上帝的神伫伊的内底，所以伊遐尼有聪明，遐尼有智慧。过来要正做这场得胜的秘诀。但以理我讲过，伊有一个真好的性命的一个特质，一个成功的特质，就是有上帝神伫的内底。怎样用正做一个有上帝神伫咱内底的人呢？有一个神学家伊讲啥？基督甲有上帝的神是连做伙，有上帝神是基督的结果。所以基督的人就会有上帝神伫伊内底，所以咱知，但以理伊正做一个有上帝神伫伊内底，伊是一个安那基督的人，伊是照着基督和上帝的神来点伫伊的内底。但以理相信基督，17节、19节伊讲啥？讲但以理倒去伊的厝，将这项事甲伊的同伴讲，吼，都是啥物代志？都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要叫伊解梦者的代志，吼。爱因为着这个秘密的事，祈求天顶的上帝的怜悯。然后19节，吼，将这个免得但以理甲伊的同伴，甲巴比伦其余有智慧的人三甲袂无这个代志伫这个基督的中间，上帝都甲因来启示啦，吼！所以咱看到但以理面对伊生命上大的危机的时阵，第一个反应是啥？基督。生命的危机的时阵，第一个反应就是来祈祷，佮做一个基督的小组来祈祷，吼！这都是但以理啊。所以有当时我想讲，咱基督徒有当时想到拄着代志的时阵，无第一个来祈祷。我不断咧反省，有当时我咧想讲，是毋是咱无啥相信基督的困难？有一个小镇足久无落雨这嘛是大家足知的一个例吼。当地这个农作物拢遭受到真大的这个损失的时阵，所以牧师都甲遮的会友来甲调来礼拜堂，讲咱要办一个求上帝降落雨水的这个祈祷会。来参加的这个祈祷会的内底有一个一个小女孩吼，这个牧师都特别注意这个囡仔伊所带的物件，伊足激动伫台顶讲，这个囡仔互我实在足感动的。牧师讲，咱今仔日咧办这个祈祷会是咧为着求上帝来降落雨水。不过，规个祈祷会内底，甲这个小妹妹一个人带雨伞来，甲伊相信祈祷是有效的。咱是毋是亲像大家来祈祷拢来祈祷？但是有当时咱是毋是无遐尼相信基督？直到咱拄着代志的时阵，咱无第一个去祈祷，因为咱要用时间来去做无路用的物件、无效的代志。所以咱若感觉讲祈祷无效啦、无路用啦，安尼咱第一个时间咱都袂去祈祷。但是
真正相信基督的人，伊第一项会参像但以理共款，伊去祈祷。耶稣有相信基督无？伊相信基督。所以，逐工伫清早起的时阵，伊就去旷野祈祷。当伊要顶十字架互掠的时阵，伊伫克西马尼园规暝透暝来祈祷。马丁路德相信祈祷，所以伊每一工，伊讲伊搁较无闲，伊就爱用3点钟来祈祷。但以理相信祈祷，所以伊面对危机的时阵，第一个伊就来祈祷。祈祷了后有效无？但以理的祈祷有效无？有效啊！到尾来化解这个危机。伫这个祈祷了后，这个上帝来这个但以理来启示，这个国王所望的到底是啥物？所以祈祷毋能化解这个危机，并且来高举这个但以理啦。第48节对迄粒王来高升但以理，享受伊济济上品的礼物。哦，咱看到危机转变成一个机会，什么机会？但以理用来高升的一个机会。毋若安尼，佮借着这个危机，借着祈祷，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第47节，王因但以理对伊讲：你经迄面这个秘密的代志，你的上帝是遮的上帝的上帝，遮的王的王啦。是所有我巴比伦所信的王的上帝内底，神明内底，你的上帝是第一名，是万王的主啦。所以借着祈祷，但以理化解危机，毋但互家己得到高升，搁安怎上重要，伊来荣耀上帝的名啦。所以这是祈祷带来的功效。搁来，因为祈祷对但以理来讲是有功效的，所以伊就开始安那来提修这个祈祷。一个相信祈祷的人，伊会安那一直提修伫祈祷的中间。伫但以理的第6章的第1節甲第3節，大利烏照伊的意思來甲波斯帝國吼，大利烏王設立120個總督，互因分管這個全國。因為這個但以理有好的性情，所以來贏過其他的總長甲總督。王要來設立伊來治理全國。伫波斯的大利烏王的時陣，但以理做啥？做宰相，哦，總理啦，哦，上懸迄個位。所以咱看到遐尼大個官，一定做無用的，對無？伊的即個行程表一定攏排甲滿滿。毋過安尼，即個但以理對着祈禱，伊是抱着啥物款的態度？咱來看到第6節第6章的第10節，伊講啥？但以理就入去家己的厝，一日3擺跪佇伊的上帝面前祈禱感謝，甲平日無各樣啦。親像平常一工共款，所以伊平常做啥物代志？一工3擺跪佇上帝面前祈禱來感謝，這是但以理每一工所做的代志。啊，你認為對但以理來講，祈禱毋是重擔，我毋知。咱真濟基督徒，那就祈禱是一個重擔。牧師今日講祈禱，等於無祈禱佫歹勢，毋過佫無閒甲無時間來祈禱，我足掙扎咧。咱是定定嘛安尼，毋過對但以理來講，祈禱毋是重擔。祈禱那就互因我講哦，親像迄個電視咧廣告安尼，啉着滿量共款安尼吼，啉着保利達片安尼，足有氣力咧安尼吼，所以。祈禱對但以理來講，就是伊氣力的來源；祈禱對但以理來講，嘛是伊智慧的來源。伊用安尼足好來管理、領導上大的秘訣佇倒，就是借着祈禱，借着祈禱。無怪即個但以理用安那佇即個遐尼複雜、危險的即個即個政治的內底，悠然坐佇即個權位內底，70年的時間。所以但以理一工3擺，對一切工作的內底提出去，因為伊知祈禱是伊成功人生的一個秘訣。所以有當時咱基督徒講我足無時間呢，我就無用。
来祈祷。吼，我足爱即个即帖下家所讲的。伊讲哦，有当时咱想无闲，互咱安那心足浮的，咱袂定，情绪嘛袂定。人若无闲，即个爱真理的心，就哪变哪冷淡啦。咱每一个人，我足爱即句话吼。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的话做咱的镜啦。毋过，咱每一工想无闲，连即个照镜的时间都无啦。这是即个哲学家所讲的。所以撒旦足爱咱足无闲的，无闲甲祈祷，连照镜的时间都无。就讲家己拢已经足整齐啊，都来出门哦。所以伊个继续讲，这个足严重的代志。吼，伊讲伊我相信无闲个较无咧祈祷的人，哪像那犯着绝症共款，搁较危险。因为伊变甲哪来安定家己介意家己即阵的状况。我就讲嘛，无照镜讲我即阵足整齐。所以伊感觉我家己形象足好诶，渐渐伊的祈祷就哪来哪少，对上帝感觉嘛哪来哪冷淡。最后，伊对罪的敏感度拢已经完全失去啊！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代志，就是咱爱祈祷。撒旦嘛知影，咱若祈祷，咱就有困难。所以伊互咱无用，互咱无法度祈祷。但以理的这个敌人嘛足巧的，伊认为讲，我若要甲但以理对这个遐悬的位甲掠落来，咱就莫互伊祈祷就好嘛。所以伊就设规矩，伊爱国王来命令30天内底拢免别个神来祈祷，按我即个巴比伦的神来祈祷，袂使耶和华上帝来祈祷。面对即个威胁，伊讲啥物人来违反即个规定要甲弹入去即个西亚坑内底。哦，然后咱看到但以理啥物款的反应，6章10节同款。但以理知影即个话上，即个国王已经签了啊，所以呢，伊就入去到伊的厝，一日3摆跪伫伊的上帝面前，祈祷感谢，甲平日无各样。有改变无？祈祷会死哦，伊同款一日3摆继续来祈祷。所以这都是一个成功的人，伊所做的代志。伊坚定来持守伊的祈祷的生活，甚至面对这个性命的威胁，面对这个西亚坑的这个威胁，我犹原要祈祷。失败的人咧，失败的人是安怎？就是小可代志就用互伊停止祈祷，无代无志伊就用停止祈祷。伊足侪借口的，我无用啦，啥物代志，拢用互伊来停止祈祷。这是一个失败的人，所以灵修大师卢云伊安怎讲？伊讲一个人伊性命的困难，都是伫伊的祈祷的生活内底。透过每一人的祈祷持守的祈祷，互咱的性命不断来更新，无任何的这个捷径啦，都是天天规律持守的操练，咱就会成做一个祈祷的人。所以没有捷径，天天祷告。咱看到但以理伊的祈祷的方式是安一天3遍，那亲像食饭同款。所以兄弟姊妹，伫遮我感觉这嘛是咱祈祷的一个目标。咱一天祈祷3摆，那亲像食饭同款。无食饭会感觉足枵足艰苦的。咱若真做习惯了无祈祷，腹肚会足枵的，足艰苦的。这就是咱的生活，所以咱勉励家己爱祈祷到啥物地步？一天3摆，亲像食饭同款。最后，但以理伊用伫这场内底来成做一个成功的人的秘诀，就是伊透过祈祷，互上帝的神来成做伊性命的特质。伊甲上帝保持一个真亲密的关系，因为伊知伊所有的困难，伊的这个祝福，拢是对上帝来。但以理安尼遐尼轻佻伫上帝，上帝也同款袂来放杀伊，同款嘛是安尼来轻佻伫但以理。但以理安尼来尊迎上帝，上帝嘛是同款加倍来尊迎
这个但以理，一个互上帝高举尊严的人，有啥物人？世界上有啥物人用互伊来降低、来侮辱伊咧？所以今日咱对但以理的亲像咱学习，咱伫咱的工作的即场人中，要安怎来成做一个得胜的人？咱三脚来祈祷。特别，阮感谢你，借着但以理伊性命的特质，对上帝的敬畏甲虔诚，互阮知，阮的工作是你所呼召的，阮的工作是你所派的。主，阮拢带着一个神圣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互阮伫阮的工作的面顶，伫阮的家庭的内底，互外人看到耶和华的荣耀，互人知有上帝的神伫阮的内底，阮就甲人无共款。我要真做参照但以理共款，伫众人的面前被你来高举。主，阮恳求你，搁再一摆，互阮来立志，互阮开始阮的祈祷的生活。照着祈祷来引带阮头前的路站，照着祈祷，互阮伫阮生活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拢成做一个得胜的人。主，阮知你应允，你的确要来祝福阮每一个来尊叹你的话的人。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用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第550首，我做基督兵丁，请起立。请坐，这是要举行受祭就任的誓约，请牧师来主持。
这是请白长老甲遗如执事来到台前。咱伫后会已经选出咱教会新任的长老甲执事也已经上任顶一次因拄好道合上无方便，无参与到即届的上任，所以咱今仔日伫遮来替因两位来补上任。兄弟姊妹，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教会小会，即时奉白囝圣神的名组织，要设立白佑谦做教会的长老，陈一如做南门教会的执事。咱伫上帝面前做伙来听伊的教示。伫旧约的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的时代，也设立智慧的长老甲执事来侍奉上帝话，甲牧师三甲管顾上帝教会。长老甲执事的职务是要甲牧师三甲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灵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也造就信徒的信仰，来做信徒的模范。即时，请恁来回答我的问题。恁担要领受长老甲执事的职分，恁有确信这是上帝调明也无？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盖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个别也无？恁有欢喜做南门同会长老甲执事，是着忠诚尽职来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的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恁有诚实遵这个意思来行也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兄弟姊妹，即时要会议的誓约咱来回答我的问题，请咱方便的人起立。恁已经有经白佑谦来做恁的长老，陈一如来做恁的执事，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因若照法度来治理教会，恁就欢喜承受来顺叹。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恁就敬爱伊，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磨爱恁得着救，恁也着帮助伊，互伊会通做长老甲执事的本分。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关系教会的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来设法，毋通事过报扬，致到妨害大局互上帝名受到见效。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请甲同心来祈祷。主凡感谢你，愿即时为着两位徛伫阮头前，上帝你的罗卜鲁比来恳求。主你知影，阮每一个人，阮会无完全。若是你欢喜呼召阮来甲你同工，你爱阮勇敢甲你相同行，来建立上帝国伫即个地面上。主，阮伫台北南门教会67年来，你不三时有呼召无共款恩赐的人来做你的采用。即时，阮特别为着白长老遗如执事来祈祷，求你赏赐因为顶面来的智慧聪明，互因会通帮助教会。互教会伫即个所在做光灯塔，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组织伫即个所在，所有兄弟姊妹也因为因的服侍得到利益。阮同心感谢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教会、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
做南门同会的长老甲执事来协助牧师，煞通知或者的正信徒知影，即个职分即时已经照规矩交代互恁。但圣神设立恁做长老做执事，就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伊，毋通出伫勉强，是着存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范。就伫大牧者显现的时，恁要得到袂败坏、阳光的冕旒。愿上帝稳定甲恁三甲伫咧，我代表教会来甲恁接纳。奉献，请戴任宽、梁家宏执事书献。请起你唱奉献的歌。刚好主你面前，愿重视奉献，主你管你愿望。阿门，阿门。请坐。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欢迎甲感谢，欢迎大家到阵来敬拜。今仔咱有位白佑轩长老甲陈怡如执事举行古林受职的誓约。礼拜了，请大家留来交易，享受主内一家的喜乐。第二点是影音操控训练，为了改善咱直播的顺流甲礼拜影响的品质，今仔第二场礼拜了有请唱手来说明佮训练咱的志工，请所有参与音控复赛的志工留来参加，伫咧3楼音控室。第三点。财务组交接甲训练，今仔第二场礼拜了，咱有财务组同工的交接，同时邀请林博华想来说明甲训练咱各团契的财务同工，伫咧绩效甲会计分类顶悬会使有一个统一的规范，请各团契先具任会计参加。地点踮咧办公室的会议室。第四点，庆祝感恩节。后礼拜日就是11月22号，咱要庆祝感恩节，甲颁发奖学金。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即马搁无法度恢复爱餐，但是后礼拜了，为了庆祝感恩节，咱会踮咧地下室准备丰富的点心甲茶水，请大家留来享用甲交易。第五点是佩戴名牌，为了互兄姐彼此更加熟悉，后礼拜日咱要为每一位兄姐制作名牌，请兄姐来礼拜时阵会使找家己的名牌，搁佩戴。
礼拜结束，也是要离开教会前，甲个教会感谢大家的合作。第六点是召开小会，后礼拜日礼拜了要召开临时小会，请小会员准备心参会。第七点是圣诞歌，要订圣诞歌，伫个圣诞节期送互亲友的兄姐，会使开始向4项干事登记，有3种口味，每一个15块。第8点的周报投稿，请大家家己看。第9点，水礼甲木道班。咱今年上尾一遍的圣礼典安排伫个12月27，若有要受洗、信仰告别，也是更新礼的兄姐，请参加后礼拜日11月22要开课的基要真理班。也是你有纯粹要更加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也欢迎参加这个4礼拜的课程，请向张牧师报名。再来是团契的消息，上年团契今仔礼拜了有上年的例会，邀请张牧师娘、玉玲姊啊，要来分享题目是嫁鸡随鸡，请上年兄姐参加。再来是集体关怀，咱恭喜赖丽安姊啊因生喜事，蔡月成兄踮咧11月10日平安新生一个红婴仔那后面有过做自由之友愿上帝祝福保守性命。啊，大道的事项请家己看啊，顶礼拜会踮咧周报的后壁。啊，再来请牧师介绍新朋友，也是要有补充报告。咱的音响讲爱换，就是安尼啦。伊经甲咱讲啊，需要忙操控更较好势吼。所以肯定拜托咱一寡音响的同工，咱劳力吼，啊，甲即个互咱的礼拜更较顺遂。今仔日真欢喜，咱有迄个周条准周条长老，周条和，周条准。张老娘吼，伊10个月无通来，10个月无来礼拜吼。今日慧英甲迄个爱英吼，带伊来吼，足欢喜伊来甲咱做敬拜。毋知还佫有需要我介绍的无？方慧姐今日也来吼，真难得吼，方慧姐欢迎你来。是嘞。我今日一项代志，拜托咱配合一下吼。咱后礼拜要尝试做一届挂名牌啦吼，这是帮助我，因为我还佫有几个人名实在叫袂出来吼。所以后礼拜你较早一时早5分钟来教会，会通伫拉比迄个所在找你的名牌。咱即摆咧想的就是啉的黄的，咱的分区，你伫黄的遮，我就找黄的我的名牌，来摕来挂咧吼。后礼拜第1场甲第2场礼拜刷了，咱拢要伫地下室准备淡薄的地饼。因为咱足久无做食饭，大家拢变做较生疏去吼。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名叫袂出来，有一点较闹气啦吼。所以咱大家带名牌。当你要离开教会，还是讲我后礼拜无时间，我无法度通留咧。你要礼拜刷要去的时阵，你甲即个名牌摕咧，咱有一个回收的所在，全等伫迄个所在，我会阁整理起来。我是咧期待无一定后摆先1个月一届看卖，会较试，互大家更较熟啦吼。可能会较麻烦一丝啦，无啥关系。毋过拜托咱大家帮助我，互我更较熟悉咱大家，互相咱也会通更较熟悉。我相信真侪人周报的名甲人你斗袂起来。即个人有定下看，说原来是你，所以咱后礼拜名吼，咱拜托咱大家配合一届看卖。所以后礼拜请你留一寡时间吼，咱礼拜刷了，莫马上转去，咱大家来地下室来开讲来讲话吼。好，多谢。咱即马来去你来行平安礼吼。最近给啦，
最近给啦，因为亚瑟，因为亚瑟，我最兄弟主义，因为亚瑟家最新，因为亚瑟的革命，因为亚瑟让无我的灵性。今日斗阵吟上吟389首，结束请牧师主导。大家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伫地，对这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做日岛避讳。
紧，啊，你还在这，放在这里。